各位，馬福川啟示錄1集、2集推出後，喺1個月之內，核戰爆發危機即刻大惡化，核戰危機開始升級。10月1號2025年，金價因此即刻創新高，今年升過50%。咁就配合咗我片中講嘅第3次世界大戰等核戰，今個年尾90%會爆小核戰。到1600公里嘅戰斧巡航導彈，佢嘅射程可以從日本覆蓋中國東部沿海同埋俄羅斯部分地區。無線電視記者江月報道。各位，爆核戰等於末日7年大災難嘅開始，兩樣都係聖經2000年前係前所未有嘅大災難，生命好危險，生活好痛苦。但係信耶穌基督就能夠避過7年大災難，即係核戰，而且得到永生。